前经济部长黄英三招200多位专家学者成立台湾 Next 前瞻国际智库，希望透过无共领域的专家学者，大家做伙来激头脑，提供政策建议，来维持台湾的主体性，让台湾愈行愈稳。美国政府对外宣布要实施对顶关税以来，对国际供应链也有经贸策略，包括咱台湾拢有真大冲击。加上台海情势紧张，各有人工智慧、半导体含减碳课题，台湾的产业有真大压力。前经济部长黄英斌招真济专家学者成立台湾 Next 前瞻国家智库，伊表示，台湾目前面对真济难题，拢需要无共领域的专家学者做伙来激头脑，提供政策的建议。目前已经有200多人加入智库。当然是靠这国际分工，咱有去拼一寡咱世界上高的第一的，安尼咱咧生存。即摆甲变过来，拢电脑变。每一个国家，伊个要保护伊个产业，个封闭起来。这个危机对台湾来讲啦，是非常大的危机。另外 ，AI 应用范围愈来愈宽，有学者提醒，除了智慧财产权、道德伦理的争议，对国家主体性嘛可能造成威胁。学者建议台湾要独立发展主权 AI， 通家己掌握 AI 技术，对数据收集、模型训练到应用等等，拢无需要挖靠外国企业也是技术。很有可能他的价值观会因为整个社会里面、整个华人世界，台湾并不是占最多的人口，而造成他那个价值观不一定是我们的价值观。这样的话，对于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台湾意识，或者是我们台湾主体性，就会受到影响。针对 AI 应用，经济部长表示，目前政府也搁在找出优势的领域，希望伫咧未来通走向高阶的资讯应用。要找到台湾有优势的这个 AI 应用，所以我被主张我们的智慧制造是concentrate在科技业、半导体、AI、军工、高阶的这个 ICT。国际局势变化真紧，前瞻国家智库表示，未来无定期对政府提出建议，也是面对面沟通，帮助相关学界用愈全面的眼界来了解世界的变局，维持台湾主体性，让台湾愈行愈在。记者卢尚珠、曾俊尧台北报道。